日本伫咧这个月24要举办新竹湖口营区的开放活动，再去进行全兵力的预备演练，包含宪兵快反连全新的重型乌多摆印第安挑战者，展现这骑车的技术。那上届大的出头就是阿帕奇攻击直升机动态操演。不过这届本地有甲一个阿帕奇画刷鱼喙，说传出讲这句暂无介意无欢喜，被取消电视。落尾经过调整了后，即马会当顺利对外公开啊。大角度冲回转，对伫背起的地表上强直升机阿帕奇攻击直升机，展现空中分裂式优秀机体性能，互现场观众真愕乐。国军立誓要举行湖口营区开放活动，立意积极进行全兵力演，其中参与操演的阿帕奇外观甲过去真无同，特别采画做后板刷鱼喙，这点场都将做全场的焦点，代表陆军一直在进步，对着国际脚步，也毋过采画阿帕奇也捌差一点无缘出现。那营区开放重头戏包括地空整体作战、模拟两军交战，国军派出无人机整肃战场环境，自走炮战车分百架车陆续投入战场，用强大火力互敌军一直败退。空中也有6航的乌鹰直升机阿帕奇实施战场对击，伫民众面前充分展现兵种协同作战的成果。那我们自8月中旬起接获本次的任务，我们即刻完成人员的编组。那我们从图上推演，然后以人带车实地的演练，最后结合实兵、实装、实弹的操演。准备动机车对于采取分别式，换线高车可用官兵机卡团队配合度。宪兵快反应换装全新动机，印第安挑战者强化宪兵机动作战能力，头一摆对外公开展现人车一体的驾驶技术。踢转速和扭力会比较高，所以在车手的熟装训练过程中，也会相较于皇家之星4缸的引擎特性来说，会相较于比较有难度。国军今年有计举办3场营区开放活动，伫8月份，空军开放台中青泉港基地，陆军选择举办第2场，也是新竹湖口营区，计9年去开放，透过展示国军现有武器装备，精练操演，落实全面国防，cứu我甲民众的距离。记者综合报道。